識字有方法。山，三座山樹駐站，中間高兩邊矮，和山字的樣子差不多。山就是指這樣高聳的山，這個字就是山山山。出，就像有東西從裏頭冒出來，和出字表示從裏到外的意思很像，這個字就是出去。有人離開原地往遠處走，和去字表示離開去別處的意思相符，這個字就是去。看，用手搭在眼睛上就能瞧得更清楚，和看字表示用眼睛看東西的意思一致，這個字就是看。刀，長長的刀新加個柄，模樣和刀字很像。刀就是指這樣用來切東西的工具，這個字就是刀。入，有人走進屋子裏，和入字表示進到裡面的意思一樣，這個字就是入。學會漢字山，出去看到入。